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怀德，台语安尼写，怀德，横竖反正无论如何，台语讲怀德。怀德这个物件，我就是要买，唔免你插。怀德不管安怎，我就是无法度相信你的话。我袂阁加讲啊，怀德我讲啥，结局拢共款。你唔免阁背回啊，怀德这件代志就是你唔对。俗语讲，也着人，也着神。怀德我已经尽力啊，结果如何，都交互天公伯爷决定。怀德的怀，伊迄个人真怀，安尼怀行霸道，怀爸爸，哪个惹着食袂大？怀霸面，伊虽然看起来怀霸面真严肃，但是其实真故意，真善良。怀藏摊怀，门床爱藏摊怀才搬会入去。怀从直浪，赛车爱遵守规矩照步来，安尼怀从直浪有够危险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怀德实在真趣味。